大家好，而家嚟講下中醫最理想嘅平和質。平和質就係陰陽氣血調和、臟腑功能正常嘅健康體質。先天稟賦好，後天調養得宜嘅人多數屬於呢種。平和質嘅主要特徵包括體型勻稱健壯，面色紅潤有光澤，頭髮稠密，目光有神，精力充沛，不易疲勞，睡眠好，胃口好，大小便正常，性格隨和開朗，對冷熱環境適應力強，平時少病。日常應該點樣維持呢？作息規律，早睡早起，保持充足睡眠同均衡飲食。飲食上清淡為主，唔好偏食，分數搭配，多食新鮮蔬果。運動方面，適量做有氧運動，例如散步、游泳、太極，保持身體活躍。情緒要保持開朗，避免大喜大悲。平和質已經好健康，繼續保持良好生活習慣就得。如果想更了解自己體質，建議諮詢中醫師。感謝收看，鍾意記住 like 同 share啊！